位來賓、各位朋友，好開心！我今日可以嚟到呢度咧，有機會分享我點樣即係認識耶穌，耶穌點樣咧祝福我嘅人生。咁你哋可以繼續一路食嘢一路聽。咁我而家都係一個好快樂嘅人，但係咧信耶穌之前咧，其實咧我嘅人生係好唔快樂嘅。咁我第一份即係我咧中學畢業之後咧，第一份嘅工作咧就喺銀行嗰度做事嘅。咁做咗7年嗰一個，咁日日咧都係數銀紙，日日咧都係好沉悶嘅。見到好多存戶咧，一大筆咁錢咧就存喺銀行咧，自己都好想自己成為有錢人。但係咧自己嘅人工咧嗰陣時都係未夠1000蚊，咁心裏面真係好痛苦，日日都數人哋嘅錢，自己冇錢。咁嗰陣時有幾個同事好中意賭錢嘅喎，唔單止打麻雀啦，更加中意咧去入場賭馬。咁我咧慢慢咧就形成咗一個咧賭馬嘅習慣，更加咧成為一個標準嘅馬迷，好熱心賭馬。咁每季嘅馬季開鑼咧，就刨定馬經啊，買定嗰啲馬譜啊，好認真咁樣做功課。每一季咧都係去計一計自己輸贏啊，輸幾多贏幾多咁樣。咁我沉迷賭博咧，一共咧就好幾年啦。咁喺嗰個過程當中咧，有時成日輸錢，輸得多咧，咁試下揾阿菩薩拜下喎。咁拜一拜咧，又俾我贏翻錢喎。於是乎咧，有時輸有時贏咧，10賭9輸嘅。我喺即係賭博生涯裏面就輸咗自己錢嘅不特止咯喎。輸埋咧自己嘅積蓄，最後咧就同我嘅2個家姐借錢，借咗幾萬蚊咧都還唔到喎。跟住就點咧？朋友啊、同事啊、同學啊，個個都借。借到嗰段時間咧，我啲朋友個個都怕咗我，個個都咧避開我，有借冇還。借嘅時候咧，就識得作好多嘅即係大話啦，又話做生意爭啲錢啊，轉一轉就第日俾翻你㗎啦咁樣，但係咧始終都係輸咗。咁我咧又拜嗰啲菩薩啦，又去馬場賭馬啦。日頭做份工。夜晚咧就要做緊工喎，因為咧要借財務公司啊，同你借完財務公司都係輸喎，結果咧人生就好痛苦。最後咧仲學識咗過澳門賭添，過澳門賭咧就無底深潭啦。喺香港嘅賭馬咧都係星期6、星期3先有得賭，但係過澳門賭咧就借到錢就去，借到錢就去。最難賭嘅時候咧，2個月去咗20幾次啊！嗰陣時咧仲有回港證咧可以數嗰啲吸引啊，好慘。我咧日頭就做緊工啦，夜晚咧就喺嗰啲報館度咧做啲直字啊，又食無定時啊，又俾人追債啊，人生咧好灰暗。嗰個爛賭嘅10年裏面咧，我差唔多1幾2年咧就要入院大修1次，因為我胃咧成日出血，胃出血好多次。有一次咧係我第6次胃出血住院。就係1990年，喺8月份嘅時候咧，我胃部大出血，就喺住院嘅時候咧，醫生話我嘅血太低，要輸血，要輸2包嘅血，一路都治唔到病，一路要輸血。就喺嗰次咧，感謝耶穌啊，佢派咗2個天使嚟拯救我啊！有2個人咧嚟到聯合醫院傳福音，嚟到我床邊同我講，天地間有一個真神耶穌好愛世人嘅，只要你願意接受耶穌做你救主咧，你嘅人生咧就可以得到改變，得到祝福。我思前想後，我成日都想揾神拜呢樣拜嗰樣，成日燒香拜呢樣拜嗰樣，結果咧有時贏有時輸，一直咧都想戒到咧都戒唔到。我曾經有個小學同學咧好死黨嘅，佢係有錢仔，佢借咗17,000蚊俾我。由1983年借俾我咧，一路去到90年咧，我都未還俾佢。佢就勸我戒賭，佢知道我難賭。佢話你唔好再賭啦，你唔賭咧，我啲17,000蚊咧就即係唔使你還咁樣。但係我都戒唔到嘅喎，因為咧輸咗好多錢咧，唔忿氣啊！嗰陣時咧我太過沉迷賭博，以今日嚟講咧就叫做病態嘅賭徒啦。話說我喺醫院嗰度有2個朋友同我講耶穌，話神去幫助任何嘅困難咧。我諗嚟諗去咧，我都試過好多都唔掂。我話見到基督徒咧好開心嘅喎，成日咧做啲義工啊，又幫人，即係咧就
就聽福音啊，咁佢講耶穌咁好，咁我試下都好啊。咁佢話咧，你如果願意信耶穌咧，就跟我做一個信耶穌嘅祈禱，就可以信耶穌噶啦咁樣。咁我喺1990年8月12號咧，我就一句一句咧就跟住佢哋祈禱，就信咗耶穌啊！讚美耶穌啊！咁啊，耶穌咧係真係好好嘅，好真實嘅。但係我初信耶穌咧，我嘅心態咧其實咧都係可能一般人都會咁諗啦。邊個神幫助我嘅，我都想利用耶穌咧幫我贏錢嘅喎。我都諗住信耶穌會唔會咧賭運亨通啲咧，會唔會幫我贏大筆啲咧咁樣樣？咁跟住咧我因為8月份信耶穌啊嘛，咁9月份咧馬國又開鑼咯喎。咁我嗰陣時開始返教會，咁啊諗下。又想入馬場賭下馬，睇下耶穌會唔會幫我先。但係咧明知道賭唔好，但係咧我都諗唔到其他方法。喺嗰陣時咧，我仲爭人咧大約10萬蚊。我家姐我爭佢5萬蚊，再加上咧有10幾個債主咧，有幾千蚊啊、17,000蚊啊，咁樣加埋咧有10零萬左右。但係對一個賭仔嚟講咧係天文數字，有錢賭就冇錢還嘅。所以咧，我啲朋友個個都咧同我破即係同我絕交啦已經。我啲親戚咧，甚至有一個我嘅舅公啊，好老噶啦。我問佢借咗1萬蚊，我又冇還到。後尾咧舅母知道咗咧，就同我反晒面。咁我喺咁多嘅壓力裏邊咧，諗下，都係冇辦法，都係要去賭一鋪，先至可以贏一大筆錢嚟還晒呢啲人。我諗耶穌會唔會講開一面俾我中一筆大筆啲嘅錢咧咁樣？咁啊，終於咧忍唔住啦，有個星期3嘅晚上咧。咁我就入快活谷馬場咧去賭馬，咁我袋住咧幾千蚊，嗰陣時啱啱出糧咧就袋住幾千蚊入場賭馬咯喎。咁我由第1場一路賭到第5場咧，場場都輸嘅喎。我咧就覺得好奇怪啦，信耶穌點解仲差啲嘅咧？我冇理由咁差㗎眼光，一路咧第1場賭到第5場咧，場場都跑到無影無蹤。咁跟住咧，去到最後一場啦。如果輸嘅話，就輸埋㗎啦，就輸晒㗎啦，全軍盡圍㗎啦。咁我突然間叮一聲醒起喎，頭先嗰5場我唔記得祈禱啊，唔怪之得輸晒啦咁樣。咁去到最後一場，唔係啦，我要揾一隻冷門啲嘅馬啦。咁啊，揀嚟揀去咧就揀咗急先鋒呢隻馬咧，我睇佢都幾靚，咁啊都有咧半冷門。咁我就剩翻1500蚊，500蚊就買佢獨贏。1000蚊買佢位置，即係跑1、2、3都有錢收嘅。咁咧跑14米嘅，一個牌仔騎嘅。咁咧馬一出閘鐘聲一響咧，我就即刻匿埋眼咧就背主禱文喎。因為我翻咗教會個零月咧，我都識得背主禱文。我們在天上的父啊，今日飲食賜俾我，阿門咁樣。哇！祈禱一擘大眼睇嘅馬咧，真係逢馬過馬，轉咗彎之後咧逢馬過馬，贏咗成3個馬位。哇！哈利路亞，原來咁犀利嘅，耶穌聽祈禱嘅。跟住我攞住張飛咧就好開心咯喎。收埋錢先走啦。咁去到排隊收錢，殊不知咧就有紅燈着啊！即係識賭馬都知㗎嚇，有抗議事件。但我10幾年嘅賭馬經驗咧，睇翻個錄影帶咧，覺得實報唔甩啦！嗰隻馬贏到離行離列。原來咧就喺轉彎嘅時候咧，另一匹馬咧就跑第2嘅。同佢咧，大家碰撞，你撞我，我撞你，結果佢輸咗就報急先鋒第1名嘅資格。我賭馬10幾年咧，睇翻個錄影帶，我諗一定報唔甩。我贏咗成條街咁樣，除非贏個馬頭啊、馬頸啊，都有機會報得甩。萬一報得甩，我都唔驚，我買1、2、3，即係位置咧都仲有錢收㗎嘛，係咪？咁我好淡定，心裏面咧好平安。喺度等嗰個裁判結果啊！結果咧就研訊咗好耐咧，最後結果打出嚟咧，急先鋒第1名變咗第4名。哇！我咧爭啲暈咗，有冇搞錯啊？係咪發夢咧？咁黑嘅，咁巧嘅。後尾我咧，阿神都俾我有啲智慧，我諗冇理由咁巧嘅，喺最後一場發生啲咁嘅嘢。頭嗰5場咧就輸晒，最後嗰場醒起同耶穌祈禱，馬就贏咗，錢就收唔到。我諗下，我賭咗10幾年，賭到咧親戚朋友個個怕咗我，賭到我咧入醫院咧好多次胃出血。諗下，我嘅朋友都勸我戒賭，我父母都勸我戒賭，我硬係戒唔到。今日耶穌親自嚟勸我戒賭，你仲唔戒賭？
諗下，好耶穌你係真嘅話咧，我從此唔賭馬。哇！真係咧呢場咧就係我咧退出江湖嘅最後一場馬，感謝主。哇！主耶穌係好信實嘅，跟住咧佢又幫助我喎。佢點幫我咧？咁咧我阿爺喺印尼咧，嗰個印尼華僑啊，阿爺咧就年紀好老啦，喺印尼過身。咁咧爸爸要我過去咧做喪事要成個月時間喎。咁我就走去同公司請假。以前咧我就爭同事錢啦，做嘢又唔勤力啦，業績又麻麻啦咁樣。咁咧我嘅上司咧就唔俾我請假。阿爺死咗要去做喪事都唔俾我請假，即係話根本就唔尊重我，係咪？咁啊以前咧真係冇乜人尊重我，因為借錢唔還。咁咧跟住唔俾我請假，我唯有辭工。咁啊辭工咧我就同主耶穌講啦，我話我手停口停爭唔咁多錢，耶穌你為我預備份工啦。咁我咧有咗份工咧，去印尼翻嚟之後咧，我即刻翻工。咁跟住咧第二朝早咧，祈禱第二朝早睇報紙啦喎，一打開報紙，咦有間台灣公司請推銷員，就喺我屋企附近喎。哇嗱嗱聲朝頭早走去見工，一見咗工咧，哇佢又好中意我，因為我福建人咧識講普通話，嗰陣時咧都好似人講得比較標準啲嘅。咁啊見我講得咁流利，即刻請我，仲同我講。嗱，我等你1個月啊！你唔好唔嚟翻工啊！我下晝啲人我唔見㗎啦，全部推晒佢啦！哇，我幾被尊重啊！哇，心裏覺得哇，真係耶穌真係好。咁跟住咧，我去印尼咧成個月咧冇嘢做嘅，因為佢哋做迷信咧，我就同我嘅阿叔啊佢哋講咧，我信咗耶穌咧，我為我嘅家族祈禱祝福，嗰啲迷信嘅嘢我就唔做。咁日日喺嗰度睇聖經祈禱。翻嚟香港之後咧就去翻工咯喎，去翻工咧原來咧公司一個客都冇嘅喎。哇！我係開荒牛嚟嘅，多謝耶穌俾我做開荒牛。耶穌叫我腳踏實地做人。咁跟住咧，我呢間公司咧就去周圍去 sell 啲布啊，賣啲公褸嗰啲尼龍布。咁啊喺3個月試用期裏面咧，就咧揾咗好多客片翻嚟。啲訂單又唔多喎，訂單就細細地，啲客咧試下呢間新公司啊嘛。咁啊結果咧，我公司喺3個月試用期滿咧，加我4000蚊人工。哇！8000蚊再加4000蚊，有成12,000蚊。我原本嘅人工真係得個5000蚊人工。哇！喺廿幾年前咧，咁我好開心，我覺得哇！神真係好奇妙啊！咁啊更加重要咧，神咧係預備呢份工俾我咧，喺我戒賭之後啊，揾到錢咧都唔好去賭啊嘛，係咪？咁啊更加咧，我好感謝耶穌。以前咧冇人尊重我信用卡俾銀行咧 cancel 咗，因為咧去途經賭錢咧都爆卡唔還數咧，結果我好幾年咧申請信用卡咧冇一間公司批我嘅，好多間公司咧都 reject我，冇一間批我。但我做咗呢份工咧，覺得成日要同老細出街食飯咧，有時咧要我簽卡嘅時候冇卡咧就被懷疑啊嘛，咁我心諗哎呀，快啲申請就快啲申請啦。結果咧我就攞咗3張方。填咗去申請信用卡，點知咧2張即刻覆我咧就接受我申請喎。哇！咁第3張我即刻打電話過去，我唔要啦。你每日真係事隔唔夠半年嘅時間啦，人生咁大嘅轉變，我要多謝耶穌。咁後尾咧我就信耶穌之後咧喺呢個嘅公司裏面做咗2年幾啦，後尾又有機會喎，自己創業喎。喺2年幾之後咧，我自己創業做生意咧，就一做咗10年嘅生意。咁喺過程當中就識到呢一班咧雙人團契嘅弟兄，我哋一齊咧搞餐會講耶穌嘅愛啊，講耶穌嘅祝福啊咁樣樣咧。咁啊喺有一次咧，頭先Samuel 嗰個司儀咧邀請我去佢教會咧講見證喎。咁我講見證嘅時候咧，神係要俾一個女仔一個姊妹好靚嘅，咁我同佢情投意合，結果咧3年之後咧我哋結婚。咁跟住咧就再過3年就生咗個仔啊！咁我個仔咧今日都有嚟聽我見證。阿漢仔起身俾大家睇睇好嘛？係啦，佢咧就今年9歲。咁咧我好多謝耶穌，因為咧我唔單止咧有美滿嘅家庭，更加咧我咧全家人信晒耶穌。我嘅爸爸媽媽都喺95年信咗耶穌，洗咗禮。跟住我阿叔舅公舅母咧，舅公舅母舊年信耶穌。哇！以前咧全部都係我嘅債主嚟㗎，以前都好憎我嘅。特別我嘅姐夫咧，我同我家姐借咗幾萬蚊不特止啊！
我仲同我姐夫家姐咧借咗1萬蚊，又係冇還嘅。結果咧，我姐夫同我反晒面，佢做生意做得幾大嘅，上海、深圳、北京都有廠嘅。後尾我同佢講耶穌，攞住本聖經，我話咧，我哋信嘅耶穌咧係真真實實嘅。我話咧，好多嘅偉大嘅科學家、偉大嘅總統啊，好多嘅律師、法官、好多嘅老師、校長都係信耶穌。你會唔會諗下？信耶穌係真㗎，唔係嗰啲迷信啊！我哋中國人，我哋以前迷信咧，周圍燒香拜係假嘅，因為聖經咧係上帝對我哋嘅啟示咧。結果咧佢都即係好有神秘嘅智慧嘅。結果咧佢又願意咧接受耶穌做救主，抌晒佢工廠裏面嗰啲拜嘅泥公仔啊、木公仔全部抌晒，一家人就係信咗耶穌。所以咧耶穌真係好好。咁喺我嘅幾年前咧。我就好感謝耶穌啊！我覺得耶穌嘅愛咧就太過偉大啦！我咧就好想咧多啲去傳福音，多啲去講耶穌。結果咧我就去讀咗4年嘅書，放下我嘅生意咧唔做啦，去讀4年嘅書咧，就我咧早3年啦，我就畢業咗咧就做傳道人。所以我而家就喺教會裏面做傳道，因為教會裏面好多弟兄姊妹嘅家人咧係未信主嘅，又唔認識福音喎。咁啊，今朝早咧，我先有一個姊妹邀請我去一對夫婦嗰度講耶穌喎。結果咧，今朝咧都有2個人咧願意信耶穌喎，願意抌晒佢嘅嗰啲拜咗幾廿年咧，一啲好處都冇嘅嗰啲嘅假神喎，將榮耀歸俾耶穌。感謝神，好在咧喺即係20年前有2個基督徒咧同我講耶穌，佢話咧神俾我哋有自由嘅，俾我哋有智慧去選擇你信定唔信。好彩咧，嗰日咧我都願意咧去接受耶穌，去成為我嘅救主，所以我人生係咁豐富，咁有神嘅祝福喺當中。盼望今晚大家都把握今晚機會去信耶穌，好唔好啊？願主祝福大家。